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先来看到台南荷兰俄罗斯美食之都，料理小吃特别多，咸糜就是其中一项。为早起时卖到下暗时，拢有人伫咧卖。配油炸粿做伙食，咸糜一般拢是敢来当伫咧现场现食，较无法度早早变做扒手咧。即马到业者解决这个问题，研发技术和在地出名的店做伙合作，变做随身包。若是敢来外国游客会当早登去食，宣传咱台湾味。另外，嘛会当互伫咧外地打拼的台南人，不管是拢食会到故乡味。甲汤温啊煨温啊控，米拢通吸到这个汤的青甜，甲煮甲真软烂，不过还佫真有口感。佫来斗搭上青的沙漠鱼肉含这个蚵仔，会使讲了济佫青笑。啊，若食食客的食法是一定加一条油条，配着佫真着滋味。大家都会在这边吃，有的还在台南。这档咸糜已经超过60年啊，是真侪游客来台南一定爱食的小食，趁小甲食一喙。迄个古早味滋味，佮随转到心肝底，甚至离开台南，抑佫是会真少念即落。若是离开台南，就食袂到的好滋味。所摆业者想讲要来，互传统的小食佫来进化，就因为即款的想法来研发现食方便包。咱若一碗糜哦，放2点钟久后哦，就是含我即卖的物件做伙相共。它除了保鲜之外呢，它的风味通通不会改变。头家真有自信，伊采用特殊的技术来保存咸糜，甲煮烧了后，有原本的风味。店内还有另外一款招牌沙漠鱼肉素，若是甲南的饭店馆，就会当来复制出店内的滋味。方便，很方便，很好。那个国外他们可以来买啊，买可以带回去，而且比较不容易坏掉。在地老店来杀出这款现食的方便包，就是要有好滋味，通行出台南，甚至捧到国际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